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4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以赛亚书43章第8节到15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25节到第3章的第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伫主年。一首诗歌，伊的名叫做《伫主年的时阵》。伊的歌词安尼讲着：伫主年的时阵，伫上帝的时，伊互万物拢好。求主每一工提醒我，求主每工来教导我。一切的事拢有上帝的时阵。伫主年的时阵，伫上帝的时，你互万物拢好。主，我愿献生命。主，我愿唱诗歌，拢会当得我亲爱的主所欢喜。就好像亲像歌词所写的，伫主年一切拢好，真正是好甲无比啦吼！咱讲虽无比，因为安尼基督徒领受着上帝的救恩，领受着上帝的呼召，来回应上帝是必然的一项代志。因为呢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无有想事别个拯救。以赛亚书43章第8节到15节，先知安尼讲：上帝讲，有目睭毋过袂当看的，有耳孔袂当听的，拢甲因传出来，着调集万国，聚集做伙，所有的人民拢聚集做堆。所发生的事，倒一个新名捌先宣告；过去的代志，倒一个捌为咱预测。着互因提出证人证实因讲的是对，互人民听着伊讲这是事实。上主讲：以色列啦，恁是我的见证人，我有拣选恁做我的仆人，我要互恁捌我。互恁信我，通了解我是上帝。伫我以前毋捌有上帝，伫我以后嘛袂有，只有我是上帝。我以外无有别个拯救者。我捌宣告，捌拯救，捌讲明，是我，毋是恁中间别个生命。恁是我的见证人，上帝安尼宣布啊！我是上帝，对起头我就是上帝，无人会当脱离我掌握的权。我的作为，啥人会当改变？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上主，我的属主安尼讲：因为恁的缘故，我已经找人去巴比伦，我要讲碎因所有城门的门窗。要互加勒底人欢呼变做哀歌。我是上主，恁神圣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的创造主，恁的君王。当咱伫主年的时，上帝就要为着咱征战，赏赐平安互咱。基督徒教会应当爱欢欢喜喜接纳上帝的仆人，并且因为伫主年的恩典来诚心实意，来诚做同心合意的服侍，就要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保罗写互腓立比教会基督徒的话，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25节到第3章的第1节，安尼讲着。不过，我想要讲，找以巴弗提去恁遐，伊是我的兄弟，同工甲战友。伫我需要的时，恁有派伊来服侍我。伊真少念恁大家，嘛因为知影恁有听到伊破病的代志，心真艰苦。伊确实有破病，甚至险死去。毋过上帝有怜悯伊，毋但伊定定嘛有怜悯我，互我无
免搁加添忧伤，因为安尼我赶紧找伊倒转去恁遐，互恁会通搁看到伊来欢喜，嘛通减少我的挂虑，所以恁着伫主的内面欢欢喜喜甲伊接纳，为着尊重伊亲像伊即款的人，因为伊是为着基督的工作，冒着性命的危险险死，要保恁做无够的，替恁来服侍我。最后，兄弟姊妹，恁着靠主来欢喜。我阁讲以前所写的，对我并无麻烦，对恁却有帮赞。伫主呢，基督徒就应该会通彼此相听，来互相接纳，并且拢望上帝的欢喜甲祝福。伫教会咧建堂这个过程的中间，牧师呢一再提醒同工甲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就是只有伫主呢会听来同心合一，这个伫人看起来非常困难的建堂的工作，就要真容易来甲伊解决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这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的时阵，咱亲像在做梦。迄时，咱的嘴笑哈哈，大声欢呼，咧各个人讲上主为着因做代志，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代志，咱非常欢喜。上主求你互阮这个受掠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沙的地有溪水搁在流，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。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会带伊会袂困，欢欢喜喜倒来。恳求上帝，互阮谦卑，愿意伫主呢用听来三款待，彼此接纳，同心合意的服侍，来领受上帝对天顶内底的祝福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